我哋心目中嘅聖誕呢，係同家人一齊慶祝個聖誕節咯，大家簡簡單單咁交換啲小禮物啊，唔會造成太多嘅浪費咁樣。少啲出外消費，多啲喺屋企自己煮食，唔用嗰啲即棄用品咯，用返屋企可以清潔嘅廚具啊，嗰啲碗碟啊。用紙去接咗嘅聖誕樹，自己可以換唔同色啦，重環再潤啦，送俾朋友啦。好開心，經驗到第一次用紙接聖誕樹。近期呢個嘅世界嘅氣候變化啦，空氣污染咧都比較嚴重嘅，利用一啲環保嘅物料咧去做聖誕嘅裝飾，可以學習環保知識之餘咧，利用一啲嘅物料咧去做手工藝，為地球出一分力。我今日第一次嚟呢個 T Park 㗎，咁就估唔到呢度都個環境都好好啊，有好足夠嘅地方俾小朋友啊去認識下呢個嘅環保啊，或者一啲新嘅能源嘅設施啊咁樣咯。感覺好好啦，所以今次又再帶小朋友再嚟去感受一下。上次都係嚟做 workshop 啦，咁見到好多地方其實都好有教育意義，去了解下點樣可以將污泥化為能量，可以轉化成一啲嘅電能咁樣嘅。依家都諗住啲禮物嗰度呢，可能唔會有咁多嘅包裝啦。我哋送禮物俾朋友嘅時候，絲帶花咁就足夠㗎啦，唔使咁多嘅裝飾咁樣咯嚇。